这个真特别的车艺文化课程，这是南投县中兴生活美学协会啊，甲草屯镇的戏工高中来合作所开设。邀请的是车艺人间国宝啊，王清松老师因孙啊，王俊伟啊，带领学生做伙创作，去熟悉来体验咱传统的车工艺。 教师先介绍，所落来亲身做示范，让学生体验擦工艺。这个传统工艺的艺术，然后从中学习到绘画技巧。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工艺的一个课程，能够培养这个孩子对美学的一个素养的涵养。南投县中兴生活美学协会邀请到王俊伟老师来带学生体验。我们这次呢，在图稿设计的部分呢，在背景的部分呢，我们是先用唾液的方式，唾液完之后呢，直接就来做石粉的一个动作。 材料经费会比较高，然后可能要请老师来也不是很容易。我们希望说之后我们还有机会，然后再把其他的技法，然后在社区或是在学校能够推广。这个演习各个学校的双语教育合作会 ，and it's so refreshing and so welcoming。能够透过英语的发表，把独特的美术推向国际。邀请艺术来教学，马体文化艺术来亚洲。 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